大家好，我係梅豪。今日我哋嚟比較一下 Google 廣告同 Facebook 廣告邊個更好。其實兩者各有優勢，就睇下你嘅生意目標同預算。首先講下 Google 廣告。Google 廣告適合用嚟接觸主動搜尋產品或服務嘅人，因為佢哋有明確購買意圖。Google 搜尋廣告嘅每次點擊成本平均大約10蚊至20蚊，但高競爭行業可能更貴。如果你有一個高轉化嘅登錄頁， Google 廣告可能更適合你。再嚟就係 Facebook IG 廣告。Facebook IG 適合用嚟建立品牌知名度同吸引目標受眾，尤其適合視覺吸引力高嘅產品。Facebook IG 廣告嘅每次點擊成本全部大約係一個3毫至4個1，相對較低。Facebook IG 嘅強大定位功能可以幫助你接觸大量嘅目標受眾。Google 廣告適合用嚟即時獲得潛在客戶，尤其當你嘅產品或服務符合特定搜索需求。而 Facebook IG 廣告則更適合用喺即時查詢嘅行業，同時以較低成本接觸大量目標受眾。希望呢啲資訊可以幫到你決定使用邊個平台，記得分享俾更多朋友知道。今日係咁先，下次見。